小朋友，你哋好啊！我係嘉樂叔叔。你哋知唔知，其實成聖唔係淨係大人嘅事，小朋友都可以成為聖人係。無論你係高貴定卑微，富貴定貧窮，年紀大定年紀細，男仔定女仔，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聖人。今日要同你哋介紹嘅呢位聖人，雖然佢過身嗰陣仲係好細個，但佢用自己嘅生命話俾我哋知，就算年紀好細，都可以好愛天主同身邊嘅人。我哋一齊聽下佢嘅故事啦。想象下，1891年喺阿根廷安第斯山脈一個好崎嶇嘅地方，跟住胡寧德、洛斯、安第斯嗰度有白雪雪嘅高山同簡單嘅農場。喺呢個艱苦環境入面，有個女仔叫羅蘭。佢出世喺一個窮家庭，佢爸爸約瑟維冠納喺羅蘭3歲嗰陣因病過身，剩低媽媽麥希德好辛苦咁背起成頭家。之後媽媽嫁咗俾一個好衰嘅男人，叫曼紐莫拉。佢唔單止虐待羅蘭嘅媽媽，拒絕同佢正式結婚，仲過住罪惡嘅生活。心痛嘅羅蘭10歲嗰陣就入咗母幼會辦嘅慈幼會寄宿學校。喺學校入面，羅蘭成績好好，性格好純真，成日都祈禱。佢受聖道明沙維號啟發，初領聖體嗰陣立咗幾個志向：我嘅天主，我一生都要愛你，服侍你，將我嘅心靈同自己完全獻俾你。我寧願死都唔想犯罪冒犯你，所以我要放棄一切令我遠離你嘅嘢。我要盡力令更多人認識同愛慕你，補償你每日受到嘅冒犯，特別係我屋企人對你嘅冒犯。我嘅天主，求你俾我一個充滿愛心、刻苦同犧牲嘅生命。每日彌撒、朝拜聖體同服務他人，成為咗佢生命嘅中心。但每日最令羅蘭痛苦嘅係，曼紐莫拉唔單止虐待媽媽，仲試過想引誘羅蘭犯罪。羅蘭好堅持守住自己嘅志向，仲為咗媽媽悔改，願意犧牲自己嘅生命。之後肺結核擊倒咗呢個纖弱嘅少女。臨死之前，佢仲好擔心媽媽嘅靈魂嘅得救。最後羅蘭用自己快要離世嘅事實，令媽媽真心悔改。佢媽媽仲答應第二日即刻去辦告解。1904年1月22日，12歲嘅羅蘭親吻十字架，笑住講：多謝耶穌，多謝聖母，我而家死而無憾啦。當日下午6點，佢安息主懷之後，媽媽麥希德冇食言，仲嫁咗俾鐵路工人巴拉，過住虔誠嘅基督徒生活，成日祈禱、補贖同做善事。到咗1988年9月3日，教宗若望保祿2世喺意大利宣布羅蘭榮列真福。羅蘭一生都係愛嘅見證。佢年紀好細，但不停為媽媽嘅悔改而祈禱，仲願意犧牲自己，換取媽媽真心悔改。小朋友，你哋願唔願意為家人同朋友，將日常生活入面嘅困難奉獻俾天主呢？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